中文，现在，弄来嘛，慢慢嘛，看呢，要跟弄呢，好了，到了没？那给听众了，都准备好了。干了人，对，看来，到那种铁路，还老早就不有说来了包啊，看了，那种来嘛，看了嘛，我看了，等那就东菜都包了嘞，我去比个，今天就不有，你看那边就叫山去了，好了，说的都中山路了去了。中间呢，东北的菜都抢，看了点菜的忘记了，那边好家那中间不说了，那比较东点呢，都宣传，不现在这怎么说啊？我找，我怎么弄的来？一起说的喽，打到都要都高兄弟吹了那么别把这嘛得几包了噻。我真的，那要对了，总归呢，总归去看这天，对了，总归的，他么搞呢？自己说的那嘛说的就叫晒点，总归容中三不闹的店里呢。也挺大的哟。找的店里，都是假的。